很多宝宝都会给孩子做完整的排气操，但是呢，我们也要注意给孩子做排气操的时候，要最好是在早晨给他做，因为早晨宝宝这个肚子是最活跃的时候，而且做的时候呢，要在他奶后的半个小时给他做，不要喂完奶之后立马去给他做。还有一点就是给孩子那个做排气操的时间要累计，每天累计的时间大于半个小时，这样呢才会有效果。开始做排气操啦，先给他顺气，这一步也叫做推心置腹，顺一顺。肚脐这个位置，避开肚脐的位置，顺时针给它做抹腹。这是第二步，也叫做乾坤大挪移。顺时针就家里边钟表针摆动的方向，顺时针是这样的。3步是触膝法，小手触碰到对侧的膝盖。同样的方法给宝宝做对侧，垂直抱腿，宝宝的腰不要离开床面。最后一步是双手握住宝宝的膝盖，顺时针给宝宝排气。